よろしくお願いです。今日我屋企神戶市終於榮升做國際機場啦，暫時開咗台灣同埋韓國嘅航線，10點鐘會降落啦。喺三宮站搭單軌列車就會直入到去機場嘅 Terminal 1啦。行車時間20分鐘，每5分鐘有一班車噶啦，真係非常方便啊！唔知幾時有香港嚟嘅國際線呢？1年零4個月冇返香港啦。如果有都好想試下坐啊！出咗單軌列車之後，落下一層就係出口啦。出閘之後就係神戶機場 Terminal 1嘅入口啦。入跛！明明話10點鐘到㗎，架機早咗25分鐘到，仲有4分鐘即刻跑去展望台先。呢個係跑緊嘅過程，展望台喺4樓。跑到上嚟，聽到其他日本人話已經降落咗啦。啱啱好見到有射水歡迎儀式啊！第一班抵達 Terminal 2嘅國際航線係嚟自台灣嘅星宇航空。10點04分，韓國嘅航班終於降落啦。大家都喺展望台度等架飛機過返嚟 Terminal 2嘅停泊位啊！又有射水歡迎儀式啦。聽到周圍都嚓嚓嚓嚓，影低呢個歷史性時刻啊！跑道嘅隔籬白色呢棟就係 Terminal 2啦，神戶市嘅觀光巴士 City Loop， 而家喺度都可以搭啦。即刻行去 Terminal 2先。呢度有2層，1樓係入境離境大堂，2樓就係展望台同埋 Open Area。地圖上面寫叫危彩懷疑空間，不過冇便利店同食肆，真係差啲。不過另一個水牌叫有趣的空間。喺 Terminal 2嘅展望台就好清楚見到旅客落機，然之後上 Shuttle Bus 啦。呢度嘅展望台就係咁啦，有幾張凳放咗喺度俾人休息。我哋企咗喺倒着出口。日本嘅 NHK 電視台仲問我哋係咪啱啱落機添。呢度嘅職員好 nice， 仲介紹我哋去食神戶牛嘅地方添。呢度就係2樓有趣的空間啦。頭先10點零鐘先見到佢哋佈置緊呢個地方啊。呢張台有4張凳，啱啱好每個位都有叉電位喎。呢個空間用嚟做自修室都好方便啊。叉電位都算齊，有2腳插頭啦， USB-A 同埋 Type-C。出到嚟有 Shuttle Bus 可以圍繞機場一圈，仲去埋碼頭添。呢個就係 City Loop， 可以去三宮站嘅。廣告牌講緊5個幸福價值，簡稱原來係唔 happy。嚟 Terminal 1啦，有個韓國航班經 Terminal 2返韓國啊！即啦西，呢4日仲有特別嘅手信賣添。呢隻飛機仔吉祥物都好 Q 咋，希望快啲有香港航班啦！唔知有冇韓國同埋台灣嘅旅客睇到呢條片呢？留言、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朋友啊！